甜点太多了啦。那我们想说，做咸的蛋糕，去改变现在那种蛋糕的那种味道。用桂竹笋和绿竹笋的爽脆增加蛋糕的丰富度，再撒上大把3星葱提升香气。上下2层的咸蛋糕是萧福玉和萧福全2兄弟的自创商品，有20多年西点制作经验，从代工转向联手创业。2个人决定从网络出发，以坊间比较少有的咸蛋糕打团购市场。彰化左右那样以南，其实它的可能南部老人家他对这方面咸的东西其实接受度非常高。网络上招牌的热门商品还有这款千层蛋卷，外层蛋皮是最大卖点。这个蛋汁有没有？蛋汁我们的比例也要刚好，配合蛋汁有没有？刚跟铁盘这样子有没有？薄度才不会太薄或者太厚。用蛋卷做甜点也是兄弟俩自己研发，要煎出大块蛋皮并不容易。他们说尝试了上万颗蛋才成功。铺上蛋糕之前，随时有破损的风险。就跟做事业一样哦，创业懂辛苦。哦，创业很辛苦，在这个还是会破嘛，对不对？要胆大心细，但爱胎喜莫爱 U， 要胆大心细。蛋皮下包覆蛋糕、奶油、杏仁角，还有香芋冻，一口吃下能有丰富的层次味道。其实烘焙这一块，其实目前宅配市场还蛮大的，还要继续去再去创新啊，再去研发一些产品啊，去跟人家竞争啊。兄弟俩说，还好回购的消费者不少，商品也更走向精致化，顺利开设了实体门市。下一步要继续结合大溪的特产，研发更多创意点心。从10坪不到的蛋糕工坊成功打出2个品牌，这对客家兄弟成功的秘诀在于不断的创新研发，同时兄弟同心，一起努力。創業同辛苦，但愛胎嫌愛要；創業同辛苦，但愛胎嫌愛要。